自神魔府，我神界已凋零3万余载，这御神大会空悬万年，竟然连这阴体也成神。冷月神君的命定红绳突现异彩，凡间已有响应，我神界终于要迎来神意了。参见母后。吾儿冷月，你既为神界至尊，今命定之人已现凡尘，你需速下凡缔结神意，方是归位之途。是，母后。去吧。神君且慢，此乃情人影，可助神君速寻良缘。多谢月老。哎呀，糟了，还未告知神君，这情人影遇水则化作缠绵香，这香气有催情奇效啊！9天之上的神君啊，仙女徐锦说愿以余生香火为祭，终身侍奉神君，只求您救救我的母亲。谁？公子可是身体不适？好个以其乐为饵的凡女，竟连催情散都背下了。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。纵心思一路到白发，且道是寻常人家。无人香满地撒花塔，相逢。北境发现命定之人属性，是之速啊！ 9天之上的神君啊，仙女徐锦说愿以余生香火为祭，终身侍奉神君，只求你救救我的母亲。凡人，这9掌防魂丹。罢了，纵使昨夜你设局在先，本君亦不会白占凡人便宜。 这是神君显灵，仙女徐锦书叩谢神恩。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娘。 娘，你怎么样？舒儿，这药，这是神君给我的药。娘，太好了，你没事了。向大夫。 我近日总是干呕不止，可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？娘子这脉象如珠走盘，似是……请先生明示。
我关娘子这脉象，这是喜脉呀！关娘子这脉象，这是喜脉呀！老爷，我求您了，再考虑考虑。滚一边去！老爷，放开，放开！求您了，老爷。滚开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满院子的红绸聘女，这是……哟，正主回来了。你爹给你寻了门好亲事，这些都是刘员外给你的聘礼，足够你们娘俩下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了。刘员外，那个70岁磕死5个老婆的刘员外，爹，您让我嫁给他。你也不瞧瞧你那德行，你都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吗？人家刘员外家有金山有银山，让你嫁过去做妾都是抬举你了。爹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刘家给的彩礼多啊。老爷，你忘了当年用八抬大轿抬我进门时说过的话吗？你说过的，你说徐家的女儿永不为人妾。滚开！100两黄金购买你们10条贱命。刘家明日就来抬人，由不得你们。娘，你怎么样？我不嫁，我死都不嫁。姐姐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自古以来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你不嫁的道理？就是，若是你那肚子争气，给刘员外生下个一儿半女，说不定还能混个准当当呢。姐姐这么不想嫁，又这么护着肚子，该不会是跟人乱搞，搞出了野种吧？啊！看姐姐这情形，是我猜对了。说，这野种的爹是谁？孽女，当真在外与人苟且，还怀了野种？爹，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肚子里的野种，难道是跟后巷的乞丐生的？小贱人，我们徐家百年清誉，今日就要毁在你的手上！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？老爷明鉴，锦书日日在院刺绣，连院门都没出过，又怎会与他人苟且？老爷，你不能听他们胡说呀，老爷。娘，老爷，是，我是怀孕了，但我怀的不是野种。爹既然想攀附刘员外这门亲事，那不如把妹妹嫁给他。徐锦书，你疯了！让我嫁给那个老头子，你自己怀了野种不想嫁，竟然想拖我下水！老爷，你听听，他这是要毁了徐家呀！自己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，以后街坊邻居该怎么看我们呀？徐家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这孽障留不得，来人，把他们俩逐出家门，永远不得再踏进徐府半步。
再说他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这么做是要逼死他呀，老爷！娘，别求了，既然这里容不下我，那我们走便是。我们有手有脚，总会有条活路的。拿着你们的脏东西，滚出去！福德曼，滚出去就永远别再回来！许下收不得你们这两个贱人！来人！把他们赶出去！岁岁不是否天真，百姓千年，西北草木无限，乐洋洋英文，汉上举正河。岁岁拂兮起落，情人之上才若星火，无花杯酒流，若有结局。哎呀，这孩子夜里绣帕子到3更，天不亮就来打水，你是想剜娘的心吗？舒儿，你实话和娘说，你这肚子里的孩子，父亲究竟是谁呀？一夜荒唐，醒来之后早已不见人影，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娘，那日我在神君向前发过誓，要终身侍奉神君，所以不管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我都要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。恭贺神明，水镜显圣开光，开光冲霄，冷月神君血脉已凝，3万年天道轮回，我神界中营嫡脉神意。令神母，园中3万载魏红蟠桃已尽数，赤霞流转，明物化变。好，未出母腹便已经引动天地异象，不愧是本君的好孙儿。来人，开宝库，以9重天的最高意志迎接本君的天孙和天妃归位。此乃混沌初开时栽下的母树蟠桃，11粒可立地飞仙。这枚先天灵果，嗅之可延寿300春秋，服之可享47000载逍遥。而这屯仙绳，乃我仙界之宝，可滚大国金仙。此净瓶内带3光神水，一滴便可滋润千里荒芜。这一对凤凰同心配，配得阴阳魂命相连。若天妃伤1寸，神君便代承10分。多亏了老夫那情人影，遇水则化作缠绵香，最是能破冰肌玉骨。若不然，就凭神君那万年寒潭似的性子，怎么何时才能盼到小天孙降世啊？说什么？情人影有催情之效，好个以祈愿为儿的凡女，竟连催情伞都背下了。雪兰，你想，是我错过了他。雪兰，你想，是我错过了他。吾儿既已知错，便该尽力弥补。更何况神意的降生，急需足够的神力滋养，否则便会吸尽母体的精气。快去将天妃和本尊的天孙接回9重天，莫再负了。是，母后。那日匆忙离去，连半句解释都未留，也不知他可能怨我。母后连蟠桃都备下了，本君却未曾准备。极域之地，有一物名唤红莲，此物最是养胎安魂，
算算时日，会在今夜此时绽放。神君不如将他取来赠与天妃。好，本君这就去将红莲取来，亲自赠。哟，姐姐肚子都快掉地上了，还学欢迎女仆人怜惜呢。王掌柜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徐婉堂，你要干什么？许娘子这细皮嫩肉的，哪能经得起搓磨呀？我那绣坊正好缺个管账的，不如就跟了我呗。请自重。哼，自重？全城谁不知道你怀的是个野种？徐婉堂，我都已经离开家门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贞洁烈女的样子。王掌柜肯要你这破鞋，你又何必装模作样？你放开我！许娘子，我劝你识相，跟了我吃香的喝辣的，何必天天受这苦啊？不要！传3代的传家宝，小贱人，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就……不是我，这玉佩分明是他自己碎的。这玉可值千金，王掌柜，要不让他入城？不要！不要！这待宰的小娘，我得尝尝鲜。来人，拉住他！叔，叔，站住！来人，拉住他！娘，叔儿，娘，你们这群畜生！我肚子里孩子若有闪失，我就跟你们拼命！叔儿，待会儿让你好好看看你亲女儿怎么伺候人。越哭，我越兴奋。我的胳膊！这是妖胎，这分明是妖物啊！这分明是妖物啊！孩子，你是在护着娘亲吗？祸害，竟敢伤我！你给我等着！王掌柜，王掌柜，你等等我呀！王掌柜且慢，你也看到了，刚才那妖光绝非人为。哼，贱人！若是那妖胎出事，必定得赔上全城人的性命。没错，这等祸害早该除了。不如我们告诉众人，他们最信这个。我这就去告诉香菱，免得让这妖胎害人间。叔儿，娘，我肚子疼得钻心，是不是孩子出事了？娘这就去寻大夫。谢谢婆婆，不疼了。以凡人之躯孕育神女，若无足够的神力滋养，此胎需吸尽母体精元，方能灵视。神意？婆婆，您定是看错了，我怀的只是寻常骨肉。
因缘天地，造化自寻。舒儿，你这绣功越发好了。我们打开！妖妇，我们打开！娘，妖妇，今天定要除了你这妖胎！不是什么妖胎，这是我的孩子，分明是王掌柜在污蔑我，他居心叵测。姐姐，你就别再装了，分明是你肚子里的金光灼伤了王掌柜的手臂，定是这妖孽在作祟。没错，大家看，我这右臂就是被这妖胎所伤。这妖胎如此害人，断不能留。杀了妖胎，保全城平安。打死妖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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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保全城平安。打死妖胎！不，打死妖胎！不要听他妖言惑众，大家一起上，打死这妖胎！打死他！不要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对，刘叔打死他！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！妖胎不除，身处危险！小姐们，动手！舒儿，一会儿你抓紧跑，不要管我。舒儿，快点，快跑！快追！别让他进神君庙！快追！别让他进神君庙！孩子，你再坚持片刻，神君显灵，求你保佑我的孩子。奇遇红莲，千年方得一战。此花可按胎息，缓解孕期不适。他若见，或许能消我当日不辞而别的怨气吧。求你保佑我的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！神仙也救不了你这妖孽！神君在上，我愿拿命换我的孩子。让神君知道你不知羞耻，怀上妖孽，他定会认为你玷污了这神。完了他已是罪孽，还敢到神君的地界！快动手，杀了他们！杀了他！血脉之力竟躁动至此，莫非他出事了？蝼蚁安敢动本君的人？不要！不要！这妖光竟能震掉我的柴刀！我就说，他肚子里怀的不是人种，我怀的不是妖胎，他是我的孩子。妖法，京城道长呢？快进神兵府骤来！无量天尊，此妖胎吸食人间灵气，今日贫道便替天斩孽。大家快看，他腹中的金芒越来越盛了，定是在吸食这寺庙的香火。道长，我建议现在就剖腹取子，以绝后患。此乃我曾在神庙君偶然求来的锁灵符，你妖胎力，届时你们便可剖腹取子。天地玄宗，万气而振，风！加上这浸了黑狗血的刀，今日定要让你妖胎灰飞烟灭！待我剖出你这妖胎，定要挂在这庙前示众3日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替天行道，如今
却要活剖孕妇。你们简直就是吃人的恶魔！贱人，难道全城人的性命还抵不上你腹中的妖胎？王长官，现在就剖！俗称天上的神君，主您真的有灵，求你保佑我的孩子！血下流血泪了，手要断了！要太阳血原形，快动手！本君的骨血，也12等蝼蚁能杀。本君的骨血，也12等蝼蚁能伤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那天晚上的人是你？是我，那日匆忙离开，未曾想你竟怀了我的骨肉。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我们的孩子，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。你就是那妖孽的父亲，这么说，你也是妖了？他不是妖。徐锦书，你自甘堕落，不知羞耻，真是我们许家的耻辱！他不是妖，我怀的也不是妖胎，你少血口喷人！徐婉堂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本君的妻子出言不逊，还动手伤人！今日君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夫人，夫人！锦书，你没事吧？糟了，血脉之力犯我，是胎儿不稳之象，求神君立刻救救夫人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大家快看，这妖物要逃，今日绝对不能让他逃走，今日不除，他日必是祸患。救救孩子！秀子，天塌下来也伤不了你和孩子分毫。夫人主见，气血两亏，这肉体凡胎根本受不得9重天的神力冲击。韩隐，你立刻回天界向神母禀报，就说夫人和小殿下危在旦夕，我和神君会留守人间，护他周全。是。看，他们果然入了妖相，要逃走。这群孽障一个都别想逃，乡亲们还等什么？动手啊！滚开！一个妖孽，竟敢在神君庙公然伤人，亵渎神明！我定要你们付出代价，不死不休！禀神母，迎接天妃与小天孙的礼物已全部筹备妥当，既已准备周全，那便随我一同下界，以最高之礼迎接天妃和小天孙归位。是。天妃与小殿下此刻正身处险境，危在旦夕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韩隐带路，随我一同下界。是。知道，慢慢呼吸。不疼了，这是何物？这是极玉红莲，长于极寒之地，其香可安胎息。可这个一定很贵吧？我现在没有钱，无法还你。锦书，便是再尊贵之物，在本君眼里，不及你和孩子半分。
你无需挂怀这些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是因为孩子？你是本君的妻子，腹中是本君的骨肉，本君不对您好，对谁好？往后余生，本君定会护你周全。可是，你可还在怪我那日不辞而别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？没有。那便好。你身子太瘦弱了，多吃一点才行。这么多饭菜，我一个人哪吃得完？这也太冷了。你说什么呢，夫人？神君对您太好了。自从知道您有孕之后，连夜去往极寒之地，为您采摘极玉红莲。为了您和您腹中的孩子有足够的神力滋养，还把他的本命神元也给了您。多嘴！什么神君？什么本命神元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锦书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乃九重天的冷月神君，你腹中怀的也不是普通孩子，是神医。神君？你居然是九重天上的冷月神君！我母亲救命的药也是你给的？没错，是我给你的。那日我在神君庙前祈愿，说要终身侍奉神君，想不到竟一语成真了。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就是我的儿媳啊，这肚子里的就是我的小天孙。母后，您这般热情口会吓到他。哎呦，瞧瞧这小脸瘦得可怜，定是那小子粗枝大叶的，不知道怜香惜玉。来人！还不快将我背上的厚礼奉上，给我的准儿媳和小天孙压压惊。此乃蟠桃武术之果，3万年花开，3万年化果，凡人食一颗，立地飞仙，脱胎换骨。这是先天灵宝人参果，秀一缕香，年寿300春秋，福之尽享，47000载逍遥，青春永驻不衰。净瓶藏3光神水，一滴可润泽千里荒芜，化焦土为沃也。九霄云锦之鹫，霞光为线，披之辟邪护体，永保平安。这些都给我。乖孩子，都是给你的聘礼，你可喜欢？我只是一介凡人，承受不起。傻孩子，这些都是聘礼，你只管说喜欢不喜欢。喜欢，但这也太贵重了。啊，天妃不必忧虑，你与神君乃是姻缘天定。这丝线好生漂亮，若是拿来给孩子绣个肚兜，想来应是极好的。此乃太上老君亲手炼制的捆仙绳，坚韧无比，水火不侵。若是给小殿下做衣裳，方可刀枪不入，无人可伤。这般神物若给孩子裁衣，岂不暴殄天物？这捆仙绳融了老君的3昧真火，这织女云锦经过瑶池晨露，恰配得上小殿下的真神之躯啊！传令下去，拆了老君丹房梁上的捆仙绳，搬空织女霞光阁库存。不可，不可！这是同心配，同心同命，日后你同1分，我代收10分。可我只是人间凡人，承受不起这样的礼遇。你既是我的妻子，这9世天地的风雪，自该由我来挡。孩子，
你腹中流淌着九重天最尊贵的血脉。从今日起，这3界之内无人再敢欺你。徐氏锦书承天命，运神嗣，当享九重天至尊之位。参见天妃，愿天妃与神君日月同辉，天地共正。愿天妃福泽3界，圣寿无疆。快快请起，我受不起这般大礼。起。谢天妃恩典，谢神君体恤。好孩子，我不可在人间久留，锦书就交给你了。待他半月后生下孩子，我亲自来接你们回九重天。锦书，我送母后过天门结界，你在家里等我。许娘子，有你的信。娘，老东西，你以为你护着那个贱人，我就找不到他了吗？看看你这副模样，他可曾回来看过你一眼？许婉堂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害我女儿的。何必固执呢？你女儿怀的那是要祸乱人间的妖物。呸！分明是你们这些畜生诬陷的。冥顽不灵。道长，可准备好了？万事俱备，就等那妖妇自吐毒。娘，他们竟敢这样对你！徐婉堂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何必折磨我娘？叔，快走！他们设了天罗地网，娘这条老命并不值当你。这跟了妖物的女人就是不一样，这么快就穿上锦衣华服了。还有这玉佩，还给我！那是我的东西，也是你佩戴的。来人，给我绑起来，带去神君庙。可是我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今天我就让全城人看着你被烈火烧死。带走！你们放了我女儿，她不是什么妖物。娘，不要求他们，夫君他会来救我们的。徐锦书的肚子里怀有孽种，今天我们就要替天行道。许婉堂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颠倒是非黑白，你会遭天谴的。这庙宇里的神君若是有灵，定会惩罚你这恶毒之人。娘，神君若是知道我们处理这肮脏之物，说不定还会嘉奖我们。是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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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珠儿。锦书，不好，锦书有危险！属下这就去调遣天兵。来不及了，本君要他们知道斗神眷者是什么下场。让他有罪的受死他！受死他！你们这些丧心病狂的畜生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徐锦书，今天我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被烈火焚身的滋味。徐婉堂，你若敢伤我，我夫君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妖物若是敢来，便让他跟你肚子里的孽种一起化为灰烬。妖胎祸事，唯有灰飞烟灭，可敬乾坤。接火！珠儿，老爷，你在哪里？
神君发怒了！谁敢伤他分毫？本君来迟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来的正好。你这妖孽居然还敢现身！你以为带个同伙就可以吓退我们？哼，无知蝼蚁！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乃是……不过就是一些会旁门左道的妖物吧？难不成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神君不成？没错，神君怎么会纡尊下贵，护着这妖胎？分明是这妖女勾结邪祟！就是啊，勾结邪祟，赶紧滚！就是邪祟，就是妖胎！今日我们齐心合力，一起把他们给烧死！杀了他们！这2个妖孽不除，我们都得遭殃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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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愚蠢至极！现在你们眼前的这位，乃是9重天至尊冷月神君，此刻跪地叩首，或可留你们全尸。本君乃神界冷月神君，尔等受奸人蒙蔽，亵渎神明，今日便让你知晓冒犯神威者，唯有死路！冒犯神威，唯有死路！妖孽，休要张狂！让我天师道法收了你这邪祟！这妖法太厉害了，连道长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要不我们还是快跑吧！都不准走！不过是吓唬人的把戏，就将你们吓破胆了不成？尔等还不快跪地求饶，祈求神君和天妃的宽恕！哼，一个妖物罢了，今日我们齐心，一定能！真是一群没用的东西！你，还有你，以及那些参与破坏徐锦书之人，今日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夫君，且慢。村民无知，才会被有心人利用，实在无辜。他们都如此欺辱于你，你竟还为他们说话？我只愿这神君庙不染血腥，就当为腹中孩儿积些福德吧。罢了，既然天妃为你们求情，今日我便饶了你们。若日后还敢作恶，我定不轻饶！还不快滚！快走！锦书，娘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娘不疼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娘，许家女，你心思歹毒，3番5次煽动愚民，构陷神眷，你可知罪？有罪！凭什么治我的罪？这一招是为我腹中孩儿讨公道。你竟敢！这一招是为我母亲，她待你如己出，你却恩将仇报。我杀了你！这是我夫君送我的同心佩，你也佩戴。这等粗活让我来做就行。记住，你的命是天妃赏的，
让你生不如死！娘，你尝尝这个，吃了伤就好了。这不就是普通桃子吗？舒儿莫不是想哄娘开心？女儿怎么会拿这个开玩笑呢？娘，你快尝一口吧。好。我竟然真的好了！这女婿当真是九重天的冷月神君啊！太好了，看到你如此幸福，娘就放心了。娘，您就放心吧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们。3日后辰时，人界九州城主，幽冥十殿判司，凡受人间香火供奉者，皆须跪候青云台外，朝见天妃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本君要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人，全部都3步一跪而来。若有人抗命，欺他者诛九族，辱他者堕无间，伤他一发者有朕弱水之冤。此诏通传3界，上达9重天，下抵18层幽冥，以本君冷月剑为契。如有违者，剑出必引血，月落即魂消。神君如此阵仗，恐怕是本君苦修3000年才遇到他。这人间烟火，万丈荣光，何该碰到他脚下？属下明白了。去吧，别打扰了天妃用膳。是。啊，竟然是冷月神君的紫金敕令。来人，速开宝库，取9霄玉如意，备万民功德簿，随我即刻前往青云台朝见天妃。谨遵神君之令。来人，去千年香火鼎，奉10方生灵愿，随我前往青云台朝见天妃。谨遵神君之令。来人，且忘川惊魂，彼岸花海，随我即刻前往青云台朝见天妃。女儿啊，大事不好了！9重天的冷月神君刚刚降下3界赦令，命3界神仙、人间显贵3日后齐聚青云台朝见天妃。什么？你说冷月神君要亲自下界，还要现身青云台？千真万确，消息传遍3界，就连9州城主府的城主都已现身前往青云台等候。真是天助我也！我就知道那个妖物是个冒牌货，青云台我定要去。
只要真正的冷月神君到场，那个妖物的伪装必定无所遁形。我倒是要亲眼看到他和徐锦书万劫不复。锦书，这几日怎么总不见女婿的影子？你们该不会是吵架了吧？母亲，您多虑了，我和夫君没有吵架，只是夫君他毕竟是九重天的至尊，平日里公务繁忙，我不能总去打扰他。不过，我相信夫君心里是有我的。好孩子，你能这么想，娘就放心了。神君身居高位，自然有他的责任要去承担。你呢，也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等神君忙完了，自然会来看你的。夫人万安，这是神君命霞光阁为您赶制的礼服，请您换上，并且移步青云台。神君他在那里等您。夫君为何在青云台等我？夫人您到了，自然会知晓。这冷月神君乃是九重天至尊，听闻连瑶池仙子献舞都被拒之门外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女子能够得到他的青睐，一步登天，成为天妃。可不是嘛，三界的大人物可都聚在这小小的青云台，等待那位天妃到来。不过我倒是听说，我们那位新晋天妃可是个凡人呢。凡人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如今的青云台都成了市集，连身怀六甲的妇人都敢来沾仙缘。就是，你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，不会也想自不量力的攀附上神君吧？我并没有那么想。算你有点自知之明。冷月神君是何等尊贵的存在，岂是你这种凡间妇人敢肖像？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站住！你是聋了吗？没听见李小姐说你不配来这里沾仙缘？一个下贱的孕妇也敢往这青云台上闯？我女儿是……娘，徐锦书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怀着这肮脏之物也敢来这神圣之地！天哪，她肚子里竟然怀的是妖物！徐婉堂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腹中乃是神意血脉，岂容你这般污蔑？哼，我血口喷人，神意！徐锦书，你是得了失心疯了吧？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怀有妖物，还需要我来栽赃你？你往日泼在我身上的脏水，我可以咬牙咽下，但你今天侮辱我夫君，我定让你付出代价！定让你付出代价！今日神君亲自下凡，让我好好看看你们一家三口是如何飞升的。徐婉堂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哼，可我瞧着这位夫人穿的衣服，好像是仙界独有的霞光锦，这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霞光锦，她怀有妖物，她也配穿？定是她偷来的。就是说，你这衣服从哪儿偷来的？别以为你穿这一身华服就能掩盖你肮脏的本质。我的事情与你们无关，无需你们知道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来人，把她的衣服给我扒光！对，大家扒了她的衣服，给她扔下去。住手！徐婉堂，你还当我是以前任你蹂躏的泥人吗？
我的夫君是立于九重天穹之巅的最高神职，纵我凡胎灼骨，今日也要以血立誓，辱他威名者，我必以手中利刃讨还。今日这青云台，我必登无疑。不想血溅当场者，滚！徐锦书，我看你能嚣张到几时？我定要比你先登上青云台，将你所做之事公之于众。这些人简直欺人太甚。娘，无需和他们置气。夫君还在殿中等待，莫让他久等。我们快些上去。来。诸位监军都是冷月神君座下的重臣，若是有人怀有妖胎，冒充神君，罪当如何？怀妖胎这？身怀妖胎冒充神君，是何人如此胆大妄为？我等奉神君之令，参见天妃，断不能容妖孽之物伤了天妃圣体呀！那个身怀妖孽、心怀鬼胎的人，他来了。诸位，他就是那个身怀妖孽的贱人，请速速将他。霞光姐，童心佩，这是神母亲赐的天妃信物。参见天妃，恭迎天妃圣驾，愿天妃仙寿恒昌，永镇玄雄。各位仙君，快快请起！锦书何德何能，受得起诸位的如此大礼？天妃言重，谢天妃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腹中怀的明明是妖孽！诸位不要相信他！无知凡人，我们岂会认错神母信物？更何况3界之内，只有神眷者能着霞光锦。这霞光锦织就时，浸过瑶池晨露，寻常人穿之即焚。你且看他衣袂流光，岂是妖邪之物能防？徐婉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怀的是妖胎，不过是你的嫉妒心作祟吧？你以为你屡次害我，真能瞒天过海，无人知晓吗？徐婉堂，你如此恶毒，当初为了逼锦书嫁给年迈的刘员外，不仅将我们母女逐出家门，更是勾结王掌柜，意图不轨。当初若非神胎显灵护佑锦书，我女儿恐怕早已命丧黄泉。我没有，他腹中明明是妖孽，他会伤人，还灼伤了王掌柜。诸位不要相信他呀！放肆！尔等宵小之辈，竟敢在本君面前撒野！锦书，过来。本君的孩，即便伤了几个恶人又能如何？岂容你这等凡夫俗子之悔？你们都看见了吗？他亲口纵容子嗣伤人。神君息怒，此等凡夫愚昧无知，不识神威啊！参见叔父，我等有眼无珠，未能及时识破此女妖言惑众，还望神君降罪。神君，这怎么可能？九重天高高在上的冷月神君，怎么可能喜欢徐锦书一介凡人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为何不可能？锦书，在本君眼里，你从来不是什么凡夫俗子。你如此大张旗鼓，就是为了坐实我的身份吗？不全是，我要昭告他们，你是我冷月的妻子，任何人以后都不能再欺负你。可我怕担不起天妃这2个字。傻瓜，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孩子，往后你就是9重天唯一的女主人，这天地的规则就由我们来定。参见神君，参见天妃，愿神君与天妃日月同辉，福泽3界。凭什么
徐锦书凭什么这么好命？不过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怀上了妖胎，现在一跃成为天妃，我才该是这3界最尊贵的女子。双离，我不是说过，我不想看到任何人欺负锦书，把那些曾经欺负他的人，都让他们3跪1步，道歉。神君恕罪，属下这就去处置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爹可是许家。许家区区凡俗家族，也敢在神君面前提起？许家女，请吧。从这里1步3拜到天妃面前，或许还能求得神君的一丝宽恕。不跪！他一介凡人，凭什么让我跪？不跪，那便死！跪！我跪！徐锦书，今日置入我记下，不过是仗着神君给你撑腰，待我寻得机会，一定让你尝尽剜心之痛，求死不能，求活不能。锦书，不，天妃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你，求你原谅我。哦，你怎么错了？我不该听信王掌柜的谣言，不该说你的神医是妖胎。锦书，我求你，看在我们之前是姐妹的份上，你原谅我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愿日日为你和小殿下焚香祈福。姐妹。你将我和娘亲逐出家门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我们是姐妹？你教唆王掌柜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我们是姐妹？我那是猪油蒙了心，如今你贵为天妃，捏死我就像捏死一只蝼蚁一般。天妃，我求求你，原谅我吧。我本可以让你魂飞魄散，但念在同是许家血脉之人，我留你一条活路。真的吗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既不想真心悔过，那便去神君庙前扫殿3年，日日抄写道德经。何时懂得善恶有报的道理？何时再踏进庙？什么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愿意，谢天妃恩典。带走。走，天妃，天妃。这么做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换做旁人，哪里会给他留条活路？锦书，还是你心太软了。总要给他留条回头的路。若是3年后他真能悔过，明白善恶有报的道理，我看他是不会的。我看他刚刚出去的眼神充满了记恨，恐怕他并非真正悔过。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若他执迷不悟，谁也帮不了。无妨，待你生下孩子，那时候我就带着你和母亲一起去九重天。到时候人间的事，人间的人，都与我们暂无关系。到时候带娘一起去九重天，看看瑶池的莲花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样，1年4季都不败。那自然，到时候我让太上老君再多做一些驻颜丹，好让岳母福寿安康。你们有心了，娘年纪大了，在哪里都一样，只要能看见你们好好的。天妃、神君，徐婉堂已由双离押往神君庙，按您吩咐，让他每日洒扫抄经。只是是否派仙兵看守，以防他再生？不必了，本君已在他魂魄上施加了追魂印，不管他逃到天涯海角，都会无所遁形。神君考虑周全，有了此印记，谅他也不敢造次。是啊，就是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再违逆神君与天妃的旨意。
这样便好，省得再生波折。今日天妃累了，需敬你。今日先暂歇。恭送神君，恭送天妃。对了，给徐婉堂的《道德经》，让他每日抄写30遍。夫君何时这般小气了？倒像个记仇的孩童。锦书，我只是因人而异，对于你，是生生世世的纵容；对于旁人，我是半分多余都不会给。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。随心去远方。神君吩咐，你每日须得抄30遍《道德经》，若是有一字错漏或有半丝疏忽，仔细你的皮。30遍，那我手岂不是废了？还不如杀了我算了。做不到，那你死！我抄还不行吗？动刀动枪的干嘛呀？早日朝一日攀上神君，成为最尊贵的那个人，定叫你们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唐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徐锦书那个小贱人，怎么一跃就成了天妃了呀？你又怎么会被关在这神君庙里抄经书啊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绝不能让徐锦书欺负我们。是我们那般欺辱他心胸狭隘，一定会报复我们的。可她现在是天妃呀，又有神君护着，咱们这点能耐怎么能斗得过她呢？要不，咱们还是跑吧。跑？站下！往哪儿跑啊？女儿啊，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再怎么样，锦书也是你姐姐，她现在成了天妃，说不定往后看在亲戚的份上，还能给咱们一个一官半职，那咱们一家子岂不是能鸡犬升天了？爹，你别再做梦了。你当初怎么对张氏，又逼徐锦书嫁给刘员外？他恨不得扒了我们的皮，抽了我们的筋，他怎么会放过我们？只有我成了天妃，咱们家才能一步登天。到时候让徐锦书跪在我面前，尝尝我今日之苦。这能行吗？她现在可是神君认定的天妃呀！怎么不行？娘，她之所以成为天妃，是因为她怀有神意，神界子嗣凋零。若是她没有神孕，你是说，若她的孩子没有保住，她一介凡夫，神界还会包容她吗？只要徐锦书到，我自然有办法获得神君的喜欢。到时别说这神君庙，就是这整个3界，都得对我们许家毕恭毕敬。那咱们现在到底怎么办嘛？他有神君护着，咱们根本就近不了身了。自然会有办法的，先让他得意几天，等我出去。你这肚子越发重了，只怕再过几日就是你的生产期了。娘，您别担心，前2天神母刚让人送了不少安胎神药过来，更何况有夫君在，就算真有事的话，他定有办法的。是娘瞎担心了。只是这普通女子生子尚如入鬼门关，更何况你怀的还是神意。张氏，张氏，他来干什么？是我们。娘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又要玩什么花样。要不让双离来应付？我总觉得他们没安好心。不必，该来的躲不过，正好当面说清楚，免得日后再来骚扰。锦书啊，我的好女儿，我和你刘姨娘来看你了。你看，这是城西老字号的桂花糕，你小时候最爱吃了。
我们可不敢当。当初赶我们娘俩出门时，怎么没见过你念过半分父女情分？姐姐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过去的糊涂账还提它干什么？景叔啊，如今是尊贵的天妃了，咱们做长辈的理当来瞧瞧。哎呀，这神异小殿下快降生了吧？这将来啊，定是3界的福气。有话说话，你们若是来道歉，我听过；你们若是来攀附的，那请离吧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爹知道以前对不住你，可毕竟血浓于水嘛。你如今得了神君看重，能不能给爹在9重天谋个差事啊？差事？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逼着亲生女儿嫁给70岁的老头吗？如今还好意思来谋差事？你，姐，老爷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今天来呀，是来道歉的。希望景叔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计较了。是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爹特意给你带了桂花糕。是啊是啊，这总归是你爹的一份心意，你尝尝啊。尝尝。吃吧吃吧，这桂花糕下了足够多的胎药，吃了便让你付出那种死造身体。哎呀，你的心意我可受不起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，你就这么糟蹋爹的心意，果然是当了天妃就忘了本了。哎呀，景叔啊，你不稀罕我们就算了，你怎么能糟蹋粮食呢？这桂花糕可是你爹排了半个时辰才买来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排队买，承袭老字号的桂花糕用的是今年新桂花，香甜里带着清冽。而你这糕，甜的翻腻，底下藏着股苦味。你在里边放了什么东西啊？你胡说什么呀？这不过是放的久了一些，哪来的怪味儿啊？好你个毒妇！当初把我们娘俩赶出门来还不够，如今还想谋害我未出世的外孙。今日非撕烂你的脸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报应！娘，疯了呀！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动手像什么样子嘛？都是误会，误会！哎呀，哎，你得意什么呀，徐景书？你以为你坐上了天妃之位，真的是因为冷月神君喜欢你不成？你不过是侥幸怀了人家的种，不然以你这一介凡人的身份，给人家神君提鞋都不配。滚！双离，赶他们出去！是。哎呀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把你的桂花糕带走，我嫌脏。真是畜生，一群畜生！娘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怎么可能不气？你说，他们怎么都能这么狠心，连个未出世的孩子都不放过？因为他们想要的太多，又太蠢，总以为害人就能得到好处。宝宝别怕，娘会保护你，爹也会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哎，你得意什么呀，徐景书？你以为你坐上了天妃之位，真的是因为冷月神君喜欢你不成？你不过是侥幸怀了人家的种，不然以你这一介凡人的身份，给人家神君提鞋都不配。在想什么？是不是还在想那些人？双离都跟你说了，如果你讨厌那些人的话，我可以让他们永远消失，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。谁生气了？他们不过是些跳梁小丑，
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如今我有你，有孩子，还有母亲陪在身边，我已是天大的知足了。咱们小声点，嘘。刚才他好像在踢我。哎呀，你在九重天处理公务，还有空闲跑回来，母后知道了，怕是要罚你。我公务再忙也得回来，不然我怕有些人会对着这个桂花糕怄气到天亮。谁怄气了？我只是怕那些东西脏了青石板，清扫起来麻烦罢了。这个是我在瑶池采的莲子，足足熬了3个时辰，而且特意少放了糖，怕你嫌腻。尝尝。其实我今日虽不怕，却有些怕往后。怕什么？就算有天塌下来，有我顶。怕我保护不好孩子，也怕配不上你的身份。你怎么会配不上我？在这9重天里面，只有你才有资格站在我冷月身边。他是因为孩子才对我这么好吗？没有这孩子，他还会这般待我？锦书，我虽然爱孩子，但我更爱你。你以凡躯扛过狱中数劫，护住了我们的孩子，这在我眼中比仙骨更重要。锦书，在我心里，你是我唯一的妻子，也是我这一辈子想要守护的人。神君现在倒是会哄人。不是哄，这是爱。你放心，等他出生以后，我要带他去摘蟠桃，还要带他去瑶池看莲花，而且现在说这些还太早。一点都不早。我一个人清修了3万多年，苦苦无益。但是你出现了之后，我感觉我生命中有了光。你放心，以后你缺失的，我会一点一点的补回来。那神君可要说话算数，若是日后反悔了，我可不依。你就放心吧，君无戏言。这9重天的盛世，我要和你一起共享。哼！凭什么他徐锦书在人间享冤享福，而我只能在这里抄经书？他不过只是一个靠着肚子上位的贱人罢了。唐儿，低声点。这妙强宝要是被双离听到，咱们这些人就都遭殃了。听到又如何？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看着他诞下神医，踩着我们的尸骨飞升吗？可神君在他身边，我们根本近不了身呐。近不了身？王掌柜，你的胳膊还疼吗？那神异的金光烧得你皮开肉绽的滋味，忘了？徐锦书这个贱人，害我成了死废，断了我的活路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仗着神君舍我手腕，毁我法器，奇耻大辱，贫道日夜铭记。我知道你们恨他，现在有一个机会，能让他万劫不复，也能让我们享受荣华富贵。你们敢不敢干？什么机会啊？哼，他马上就要生产了。凡人生产本就像过鬼门关，更何况她怀的是神医。我打听好了，给她接生的是城西的张母，她视财如木，还有一个视为眼珠子的儿子。只要什么？只要我们让她接生时失手，再给她灌一些助产的汤药，到时候她血崩而亡，神君只会认为
凡胎承不住神骨，没人会还你什么。张婆我说，我就收买他，保准让他乖乖听话。哼，这要一败露了，可是要魂飞魄散的呀！该，你以为他现在会放过我们吗？他只会把我们当蝼蚁碾死。只有他死，我才能取而代之。到时候你们也有9重天的荣华富贵。从今日起，我徐婉堂的命自己账。这里面是500两银子，够你和你的宝贝儿子快活下半辈子。这里的药，接生的时候给徐锦书灌下去，保证神不知鬼不觉。这是害人呐！害什么人？这是让你享福，照做你儿子便可活，不做，哼，你就等着给你那独苗收尸。这，我做。这料子真是稀罕，摸起来比丝绸还软滑。再过3日就是你的预产期了，我这心里啊总是七上八下的。你说这张婆她靠谱吗？娘，你就放心吧，张婆在邻村接生30多年了，手脚麻利，人也老实，街坊邻居啊都夸她呢。昨日夫君还说，等孩子出生就带我们去看瑶池的莲花呢。如此便好，真好看。禀神君，北境魔族异动，神母命您即刻前往北境，加深封印。可是，锦书他不是想生产？神君，北境守将传来讯息，封印已破3成，唯有您的月华之力可以再次加固封印。这若是封印一破，世间必将生灵涂炭。这神意降生也难安啊！夫君，事不宜迟，你快动身出发吧。可你，我有娘亲照看着，还有张婆随时待命，不会有事的。你是神界至尊，3界安危更重要。那你等我，3日我必定回来。我等你。双离，你就留在这儿，寸步不离，守护天妃。若有差池，提头来见。是。要为你放下万千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。成了，冷月神君已前往北境。敬陈道长，这法术还能撑几日啊？贫道以心血为引，破开了北境魔族一丝封印。如今魔族看到希望，正全力反攻。冷月神君若要镇压魔族，加固封印至少需3日。还是道长想的周全，只要拖住这3日啊，徐锦书必死无疑。看好张婆，别出了什么岔子。怎么还不睡啊？天都这么晚了，是不是还在担心神君呢？他说北境事急，走得匆忙，可我总觉得这心里慌啊。宝宝不怕，娘在呢，爹也很快会回来的。他答应过我，3日之内一定会回来陪我们。我看神君是个言出必行之人，他说回来就一定回来。你呀，就别胡思乱想了，养好精神才好等他。
按照我们的计划做，别忘了，你儿子的命还在我们手里。我知道了。张婆来了。锦书今早说妖晨许是真的要发动了，就劳您多费心了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快进来。待徐锦书生产后，一把火烧光了他们。放心，我早备好火，保准烧得干干净净，连神君都查不出痕迹。夫人，好气色。怎么了？这是不是要生了？这是要生的兆头，你赶快去准备热水和干净的布巾。好。娘别慌。哎呦呦呦呦！没那么快的。夫人，万不可大意，这头胎呀，就是很凶险的。哎，还是先躺到床上稳妥。夫人，先喝碗银耳羹，免得一会儿生产的时候没力气。童心佩胰岛腹痛不止，一定是锦书要生了。还有，加快速度修复封印，我必须立刻回去。是。夫人，怎么回事？不痛。刚才明明疼得快喘不过气了。锦书，是不是感觉好些了呀？啊，孩子懂事，不折腾你了。这是童心佩，日后你痛1分，我便带上10分。是夫君，是夫君在替我受着。夫人说笑话呢，这神君远在北境，怎会替你？快趁热喝，不然没力气生。不了，我不喝了，我不想喝。夫君还在北境加固封印，那里魔气重，本身就耗费神力，如今还要替我受这份生产之痛。若是分了神，被魔气所伤怎么办？我说怎么玉佩突然发光，原来是神君在帮忙，这也太凶险了。神君一个人在北境，还要分心护着你。哎，不能再等了，得立刻把孩子生下来才行。张婆，准备接生吧，我能行。是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我去拿剪刀。宝宝，我们加把劲，快点出来，不要让爹爹太辛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孩子，娘陪着你啊，神君也陪着你，别怕。夫人，放心，有老身在，保你母子平安。神医降生本就耗损灵力，夫人以凡胎成之，怕是承受不住。
沈君啊，你快回来吧，再晚怕是来不及了。谁？何人敢在此作祟？哦，幸好净尘道长引走了这个碍眼的仙师，否则凭他的修为，咱们这点劲根本就瞒不住。把柴火和火油都拿过来。等里面没了动静，就点火。我要徐锦书和那个小孽种连骨头渣都不剩。夫人，加把劲儿，再用力就剩下来了。快用力啊，夫人！锦书，你撑住，想想神君，再想想孩子。锦书，娘，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。夫人，不能松劲儿啊！你要是一松劲儿啊，这大人孩子都会有危险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拿开！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我是帮您涮涮。不用你帮，我自己来。你去给我倒碗热水。好。娘，这丈夫不对劲，盯着我的肚子眼神不对。那怎么办呀？你先稳住他。张婆，你不是有催生的方子吗？锦书撑不住了，快用上。哎，这是老身家独传的催产药，开水冲着服下，不到1刻钟便生了。哎。废物，连个半死的人都弄不明白，真是个废物，还得我亲自来。谁都别想害我女儿，想动她，先踏过我的尸体。哼，来人，把她给我拉走！徐婉棠，你这个毒妇，你这么做是要遭天谴的！姐姐，没想到吧？最后送你上路的是我这个好妹妹。你以为杀了我和孩子，就能顶替我的位置，成为新的天妃？冷月根本不会看你一眼，在他眼里，你连尘埃都不如。你闭嘴！等你和你腹中的孽子死了，我自然有办法获得神君的心。到时候，九重天的荣华富贵就都是我的了。放开夫人！放肆！徐婉棠，你的死期到了，神君马上就来，你就等着受魂飞魄散之刑吧。徐锦书就该去死，我才是天妃。锦书，怎么样？肚子还痛不痛啊？娘，双林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动得越来越微弱了。不会的，双林先生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
撑住，这是九重天的安神灵力，能够护住小殿下片刻。夫君怎么还没回来？他说过3日之内一定回来，但是不是出事了？神君不会有事的，他处理完北境的封印，马上就会赶回来。夫人，您再坚持片刻，就片刻。神君，封印暂时稳住了，您快去找天妃吧，这里有属下顶着。重新培的异动越来越微弱，记住，撑住。韩影，告诉神，本君现在回去，北京若有事，本君一力承担。是。先生，怎么样啊？我女儿和外孙还有救吗？我只能护住夫人和小殿下片刻。若是神君再不回来，就徐锦书，必死无疑！闭嘴！夫人，撑住！神君马上就回来了。神君，快，夫人！锦书，夫君，我好疼。别怕，有我在，孩子很坚强。你摸摸，他刚才还踢了我一下呢。你放心，我陪着你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你独自承受。生了，是个男孩。锦书，辛苦你了。他长得像你吗？像。不，那是我的，神应该是我的。放下！这个不知好歹的毒妇，在此刻还敢痴心妄想，当真以为神君会饶你一命吗？我才是天妃，徐锦书就该去死！闭嘴！锦书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我来处理。把这些人都带走，不要让他们在这里污了天妃的眼。是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走。我才是天妃，放开我！我才是天妃，放开我！神君，徐婉堂不仅趁夫人生产之际谋害小殿下，事情败露后还想纵火烧房，意图销毁证据。要不是这些天兵来得及时，夫人和小殿下恐怕是……够了，本君说过，伤他者魂飞魄散。神君饶命啊！是徐婉堂，我是被徐婉堂逼的，他拿我儿子的性命威胁我，我要是不照做，我儿子就没命了。你本以接生为念，却妄图以死害人，偏让你双手永远留下灼痕，每逢触碰婴孩，便如针扎，终生不得再接近产房半步。你儿子的命暂且留下，但需让他换上腿疾，终身需你搀扶照料，用你的余生去偿还你的罪孽，让你时时刻刻记住，差点因你而丧命的世子和天妃。带下去！神君饶命啊！神君饶命啊！王掌柜，你为人歹毒，废其右臂，永求幽冥炼狱，让他日日夜夜受蚀骨之痛。不，神君不要！都是徐婉堂指使的，我只是个跑腿的，是神君饶命！神君！敬臣道长，
逆邪术破北境封印，助纣为虐，便剥去你的道格，让你永世不得修行。带走。神君饶命！饶命啊！徐锦书那个小贱人，不得好死！你们这些妖魔鬼怪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刘氏心肠歹毒，屡次构陷，还有那个许父，你胆小懦弱，贪赃枉法，本尊就罚你们堕入畜生道轮回，让你尝尝受人宰割的滋味。都带下去。放开我！我不服！凭什么徐锦书一介凡人可以得到一切？我才是天妃，我才是世间最尊贵的女人！竟然还敢如此嚣张跋扈！看来轮回的机会也不必再给你了。神君，都清理干净了。走吧，去看看夫人和小殿下。是。小天孙已经平安出世了，这可是我三界3万年的头等大喜事啊！快，备上厚礼，随我一同下界，去接我的儿媳和乖孙回天界。圣母英明，老臣刚刚掐算过，这孩子命格带金，眉清目秀，带着英气，将来定是三界栋梁。正是，神异降世，乃是天地同辉，此等异象，乃是天佑神剑。愿随神母前往。娘，你看这小模样，像不像夫君？哎呀，这是我的小天孙，快让祖母抱抱。瞧这小鼻子小眼，这长得跟他爹是一模一样，就是这性格，看上去可是比他爹活络多了。母后，您来的正好，正想请您为孩子赐名呢。这个我早就已经想好了，他是你和锦书的骨肉，既继承了神界的血脉，又带着人间的温情，就取名锦苑如何？就取名锦苑如何？锦取自于锦书之名，愿他心怀锦绣，渊含渊深博大之意，愿他日后神力深厚，庇佑三界。多谢母后赐名，锦苑，这名字真好。亲家母，这些日子多亏了你，我们九重天有最好的仙药，可让你百病不侵，福寿延绵。随我们一起去吧。这会不会太叨扰了？不叨扰，您是锦书的母亲，也就是我们九重天的长辈，理应是住得舒舒服服。锦书，我们回家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天妃驾到！锦书，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我也是。诸位，
今日我儿冷月神君与徐锦书天妃举行大婚，3界为证，日月为媒，从此同心同命，守护9重天，必有天下苍生。老夫奉旨证婚，冷月神君与徐锦书天妃本是命定姻缘，历经磨难，终成眷属，此乃天定之术。请2位以神魂为媒，落下名字，从此2人命盘相系，生死共契。锦书，3万年岁月空寂，我见过星辰陨落，山海变迁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方知活着的滋味。你放心，往后岁岁年年，我弟护你母子周全。夫君，往后3界风雨，我与你同担。恭贺神君与天妃，愿2人执手千年，福泽遍3界。愿小天孙灵慧早开，承天命，安苍生。恭贺神君，恭贺天妃，愿2位仙寿无疆，恩爱绵长。愿3界平，日月同辉。愿小天孙承神脉，绕9天。